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群阿群妹。哦，下一步的吼天时真经是当然呢，因为吼日头真经非常的热，温度非常的高，又无乜嘅落雨。故说吼，第一种热天的时节啦，大家就动好些凉的东西啊，比如讲凉的东西有哪度？像係呀鲜的瓜、寿司啊，也係講阿群妹清好些咧，就係涼筍，就係人講嘅綠竹筍，且一堆韓國加乜嘅加美乃滋哦，講到口水水都會流出來。嗰首節目節目當中，就要來同大家分享吼，亞種竹筍吼係啲熱天的時節，請適合來食咧哦，細細嘅來分享節目節目底度有請到嘅來賓，先來分享種綠竹筍嘅農民，分享鄭太哥分享。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鄭文義，今日東方娛樂嚟錄像。好，分享鄭太哥來到咱節目現場哦。接下來，咱個一位係寶山鄉農會嘅總幹事，分享陳總幹事分享。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寶山鄉農會總幹事陳信良，東方娛樂來到也錄影節目。好，東方陽兩位今日當工來到特別來到陽棚地度來同大家來分享熱天大家聽咗愛食嘅東西，就係涼筍。先同大家講一下，因為大家就啲寶山鄉有隻蔬菜，呀綠竹筍非常嘅有名。嘅做乜嘅寶山鄉會有按度嘅綠竹筍來出產咯？嘅環境係唔係當合適綠竹筍來生長？寶山鄉吼算前山嗰種嘅山坡地啦吼，佢嘅那一節喺個天氣嚟講吼，攏當適合種綠竹筍，因為佢嘅水分唔係講當足啦，所以講佢甜度當高，佢嫩度、脆度攏當高。嗰時候佢較好嘅，比如講，因為像山坡地啊，當多蔬菜都係山坡地啊，像苗栗咩係山坡地啊，佢做乜嘅寶山有隻蔬菜，特別適合種植，係唔係因為啊溫度啊沒有關係？因為佢綠竹筍佢適合嘅溫度啦，吼，第25度、30度之間啦，吼，韓國山坡地吼，佢離水當河，所以講吼，當然來講，佢種出綠竹筍特別好食。哇，原來係安呢！韓國其實也一步嘅呀，因為大家講落雨將會出筍啊，人家講雨後春筍嘛，對不對？故說像也一步嘅，雨冇落暗度，啲像寶山有隻蔬菜會影響到呀綠竹筍的這個出產冇？會，一絲絲嘅會有。因為水唔足嚟講，佢產量吼是會好少，不過相對的，佢甜度是夠，所以講佢會好甜，當然。真嘅哦，因為像我們有同人講吼，下一隻時節來食今年嘅果子全部就凍甜，因為水分冇按足。對，嗰時候其實今日吼唔單止邀請到專業嘅農民來到養，而且邀請到農會嘅總幹事哦，每位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像寶山出產按度嘅綠竹筍，跟農會做得提供乜嘅資源來聽數一啲農民。綠竹筍嘛，針對應該都產銷班嘛，那就是應該都有資材補助是有機杯、十歲頭也都有可粉。什麼可粉？可粉歐卡粉啊！係啊，是給他們綜合土壤啦，那酸鹼度做調整，改善土質這樣子啦。對。那整年的話，就是給他們一些有爽口呀，對啊，本地都有了解吸收新知識啊。所以有一些幫助他們農友這樣。對，嗰時候有講有提供呀有機皮，我們想來問一下，其實談講種呀綠竹筍哪隻當中嘢，我還沒有講到，種呀哪隻，其他啲我係用嘅哪隻，將它適合綠竹筍來生長。寶山鄉嘅那隻咯偏酸性土質酸性的土壤，太體也都係。因為酸性土質其實是。順道就是當適合種綠竹筍啦，不過嚟講，還係是從總幹事講嘅，佢要用嗰種像石灰粉啊，去中和它的酸性，變成它不要那麼強酸，這樣種出來綠竹筍才好吃。嗰種農會還提供一隻幫農民來做呀調整土壤酸鹼度的按用嘅方式來聽數。不過愛調整土壤的酸鹼度，聽起來就係一件哇當專業嘅事情哦。唔單止按呢，像用有機皮，嗰種像呀寶山嘅綠竹筍來種嘅方法，太體也係用嚟來種。它是用有機嘅，也係講用其他嘅方式。我都係做法係，當然，我都係用有機耕作。不過，變先講，因為我都係綠竹筍通常嚟講唔使用到農藥啦。
所以我们都安尼做的方式来讲，提你拢会有机耕作，你从病虫害，安尼来讲，我有卷叶虫。和个卷叶虫和个蚜虫嘛，大概是这2大类。不过通常来讲，卷叶虫它的影响摸动态，然后拢用人工方式来清除掉，我们做得嘞。因为像亚柳竹笋，爱吃到加个厚冬盆，对不对？它的壳很厚。古时候黑唔黑其实亚虫诶，它不太会影响到竹笋本身。像我没食竹笋，系食叶啵。哦，所以其实到叶呗，加个竹笋就会受到影响，就唔会伤到暗厚。对，佢食到食不到个竹笋哦，变成佢种类摸食不嘛，它就会影响它生长。哦，古时候爱防虫诶，它爱防其实叶呗。没错。原来系安尼哦，韩国唔单止安尼哦，像遐绿竹笋，大家对竹笋吼有看过安样嘅细细嘅按到绿竹笋，韩国咩有长长嘅按到鸡竹笋，韩国咩有动态讲嘅按到麻竹笋，所以呀按到种竹笋啊，宝山全部都有啲嘅种系。宝山用竹苗，系青竹叶，绿竹笋最大宗啦哈。因为马祖贵州来讲，开始变成讲，你嘅经济价值冇咁高，因为绿竹笋的经济价值最高，因为不管是食用上啊，还有在农民的销路方面上，它是经济价值算是最高。多少比起来，太可以按用嘅家私大概是有落差到多少？落差大概3到5倍。有3到5倍这么多？对。哇，韩国人吃到黑唔黑？像中亚绿竹笋啊，其实佢爱采树嘅时节啦，看起来比采树鸡竹笋、老采树麻竹笋还较强壮。对不对？它辛苦，用嚟讲呢，因为我想讲它体积比较小啊，它强啊。因为竹笋啊，你哋采收都会打走采收嘛，因为照先都割嚟竹笋咯，下就都割嚟竹笋，嘅添土、嫩土、脆土，全部拢有长到，所以佢哋照先打走嚟采收，嗰竹笋就最好食。哦，古时候听说爱大做爱来采树，所以讲做咧农民做咧竹笋，其实系挺辛苦嘅事情啦。竹山独木呢就多，当然啦。哦，真嘅，韩国因为嘅种哪全部就喺山坡地，嘅上山的时节，假使讲大做有露水，嘅动挑动弯呢。露水唔係彎，變先講嚇，是講喺山坡地來講嚇，當上下唔可能方便啦，唔係平地啦，就上下唔可能方便。古時候也全部就種竹筍，聽說要用人工，對不對？冇可能用機械嘅方式，目前來講。機械來講冇法度完全啦，講共同講，因為山坡地，它當到地方，機械上下唔得，所以講當用人力來做，最多係用人力來做。用人力來做，古時候人家講，愛來大做去挖竹筍，所以來大做愛幾做啊？韓國係唔係有人講做採竹筍愛貼片愛來做記號，還是怎麼樣？做記號來講是講，一般來講天氣好的話，是唔是做記號啦？因為講天氣落水來講，因所以做記號，講落水講近些，因為講天氣好嘅時節唔是。天氣好些，因為有露水嘛，你露水就會搭濕濕，你就可以看得出那地方會有竹筍這樣子。哇，原來係安呢！唔過種物嘅竹筍，聽說愛趕嘅一天嘅時間，愛留佢夾採樹好了。應該種唔得本期再個標一下，等佢下睇條地位係。唔標去睇條，佢會生出來。講竹筍啊，雖然講綠竹筍，其實我們它只要長出來，開始讓它出槍。出槍時會有啲腐腐咧，是冇咁好食咧。哇！古時候聽說愛講佢還蠻生長嘅出來，還蠻出牆以前。做咩比壁春那一條啦？咁壁春那一條基本你條角度是會轉槍，你條角度地方是會腐多，是冇咁好食。哇！古時候一條農民牧族全部懂理呢，因為其他難度，然後就會啲後講哇呀，特別有竹筍，天公要愛來熱。對不對？因為佢係啲難度誒。係，因為佢為要嗰個從露水啊，因個竹筍些，佢為要露水嘛。你只在前面度佢定係會要生竹筍出來，當然啦，就唔會講因簽到，他還是有方法可以找到它這樣子。哇，原來吼，像呀綠竹筍就有按到嘅知識到底度哦，本大家了解一下清當時嘅按用嘅綠竹筍佢嘅生長嘅情形係唔係用嘅，韓國佢嘅採樹嘅情形又係用嘅哦，而且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陣來。
大家又真到福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今日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当适合的当日嘅热天来食咧料理按到绿竹笋，切一盘凉凉嘅绿竹笋拌美乃滋啊，人间享受哈！嗰首家下上一堂有讲到呀，绿竹笋佢爱割嘅时间，爱采收嘅时间，其实爱干呀打造嘅时间，这样做得来采收还忙出墙嘅时间就会夹夹老佢割下来。嗰時我就想要來問哦，呀，貴嘅中竹筍老割呀，綠竹筍嘅規則嘅流程上來係乜嘅？因為我聽講要乜嘅培土，然後要愛乜嘅愛採嫩嘅竹筍嘅時間，愛先老老嘅竹筍老佢倒停嘅，有點搞不清楚它整個的種嘅流程，同大家來分享一下，鄭太講。好，當然啦，竹筍第一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來講是你產期結束之後第一隻動作是你可能會撈個馬竹撈油竹撈蘿竹來浸鐵掉，喺個油竹溜掉。蘿愛浸鐵，油嘅愛溜掉。因溜嘅比例差唔多，蘿會溜1支，嫩會溜2支。比例差不多是咁樣。1:2。即做乜嘅蘿就冇撈佢浸鐵就好嘅，做乜嘅要行愛溜蘿嘅。因為你蘿係全部浸長長，你嘅全部溜嫩嚟講你到第天年佢竹筍會凍蠻長上，而且產量會凍少。嗰時候佢係冇腔頭，蘿嘅同嫩嘅係冇腔頭。腔頭。唔講蘿嘅溜1頭，嫩嘅溜2頭安尼。錯。念歷史到跟住母雞帶小雞一樣，是講冇溜隻馬嘅佢成因係唔曉上船咁樣，意思係咁樣啦。哇！嗰時候我先撈其他嘅蘿嘅浸鐵溜1頭蘿嘅就好誒，其他涼嘅嫩嘅係安尼。佢日本嘅涼，日本係講一般來講，嗰度嫩蘿竹溜3到5支，嫩竹差唔多溜7支左右，那都比例的。鼓手第一家步車，而且整理這個竹筍園的數量，而且要給整理好，剩下來呢？就是除舊太新，舊太舊那是翻土。那個今年嗰個去年產期結束之後，那個年代來凍硬嘅來變開來韓國那個橋嘅路條嗰種梅嘅，攞來煏煏路條愛煏煏煏煏舊太之後是開始等。搶苗前後開始按講培土啦，培土是減奶啦，那種上竹條啊，所以講撈個奶全部上個竹條當背上竹條嘅原因是講，因為冇上來講個竹條種木個佢生出來是會出聲嘅。你有培土上去，佢生出來就會啪啪。就是我以前撈奶，把它的棉被蓋厚一點。所謂的培土是講會讓奶減咗，那個覆土是培土。因為意思，古說呀，家下講係清明前後愛做一件事情。古說接下來就係竹筍愛來上嘅時間了。正經啲寶山來講，出產綠竹筍嘅時間差唔多係乜嘅時間？綠竹筍出嚟時間睇啲2月份係第一波產期啦，高峰期啦。最後期咪係第一波產期，就最後期，最大、最嫩最後期。然後睇啲到第二波來講，差唔多7月半到8月之間，那就是第二波產期。產期算蠻長的耶。但產期4到5個月。哇！古說也算係正經係經濟家私算過，韓國家嘅種嘅時節又做得來，從出產嘅時期又做得來下從嘅。產期當初。哇！古說一開始也係第一期的嘛，這個是第一波的產期。第一波，現在是第一波的。第一波的產期，第一波的產期做得安胎。第一波產期就是最大、最嫩、最甜。最大、最嫩又最甜。韓國第二波是到半夜左右哈。第二波竹筍是會好水條，佢嘅纖維質會好粗的，所以講口感沒有第一波的好吃。做乜嘅第二波會纖維會較多的，會較硬，做乜嘅會安尼？因為第二波來講，因為第一波係那個錦筍啊，第二波來講，它是從旁邊長出來的哈，它的纖維質會變粗，而且會因為那時候是夏天最熱的時候，對，那個纖維會變粗，會變沒有那麼好吃，這樣子。
最有期就是端午节过后这一波产期是最好期。对，古时候6月、7月、8月、2、3月還會不會還有？還有。第3波。第三波來講是好少的啦，大概就是筍妹的啦，筍妹的少少。哇，原來竹筍嘅產期有暗藏哦。唔過像你去到市場啊，也係講去到老貝來買綠竹筍，有上時就會買到，哎呀，買到起唔卡咩香味道啱，我就係東富。所以來去市場按用版來淘綠竹筍，因為你看也好啱啱嘅，因為唔抵所來嘅香味係醋也係油，也係就來嘗一下專業嘅整體過來同大家分享一下，所以來按用嘅來淘綠竹筍。咁講淘綠竹筍啊嚇，咁樣第一點啦，按講先看你有幾條拍嘅。哦，幾條愛係拍嘅。你邊做咩出槍？做唔得要出槍，做唔得要槍色咧。哦，對。那個彎，這個彎度要有。它要有這個弧度，對不對？要彎彎的。過來哈，你槍度冇長槍。哦，做乜嘅冇長長嘅，越太越好啊。這個槍來講，它這邊一動的時候就會有空心的地方。那就沒那麼好吃。哦，愛弟就會蛋糕那個竹筍前面，對，會有空心，就會以為你太長誒。所以講你短條，嗰啲是用條用配。好可愛哦，就是要胖胖的。配用你哈。皮皮。因為我們安溪做筍絲系列最好吃的地方就在這個地方。對，切嘅蔬菜。所以講你地方配太。所以講你用淘綠竹筍啊，你只拍彎。配啲4點要足到嚟講，做竹筍是好食。好可愛哦，拍丸愛皮哦，大家可以記得咯。下禮拜去市場地度吼，我來買綠竹筍嘅時節，聽說我記得呀，時候千萬唔好太貪心哦，愛買當場嘅，冇嘅地步會有空心的狀態，對不對？故說教會大家教曉大家用版來，淘綠竹筍以後硬有一切都有嘅問題，做乜嘅綠竹筍呀下波呀，我有一點一點嘅，這個一點一點的。哦，兩樣東西嚟啊。哈。鴉片，你一點一點哈，就是說，佢鹹白嘢唔覺機，佢哋會是上筋嘅，佢哋係個筋膜，佢係夾個筋嘅蔬菜。錯，你以後你也要做什麼覺機，你上個凍瘡嘅時間，它佢哋地方就會上筋出來，這是它根。對，今日還有一張問題，因為像呀，有上次去到市場呀帶下，我有一些咧看起來它糊嘅。按用嘅綠竹筍，係會影響到它的新鮮嗎？會影響到嗎？糊就2點，一點係冰凍球，叫做準色，氧化嘛，氧化叫做準糊。衝牙就會啪啪嘅。漢種是講哈，你用係講條紋狀糊來講，就是開始去割嚟時間，佢用戳用拍，它一兩整個是扭化變磨裂體，裂體之後它就會有黑黑的線跑進去，就是雜質跑進去。古時候假使講有看到糊糊嘅，可能會變它舊的味。如果是裂痕的話，那是還好，那是還好，那不是說放久。那個冰球來講，佢會貴張面，攏糊，開始就冰凍球嘅，冰凍球嘅啦。原來係按呢。韓國哇，原來呀，一啲細細嘅竹筍會有按到嘅知識同大家來分享哦。不過，按做得淘嘅時節，做得淘，比如講看下這個竹子的纖維冇按粗嘅，有辦法來淘冇？皮用面的嘞，用摸的感，那個觸感就是可以摸出來。佢來彎是表示軟，比較細緻的感覺。你講哈，好柔的面都是用那種，用長面粗粗的，用面是面出來的。古時候面呀切面就做得面會出來，所以呀綠竹筍係當硬嘅香味濃度嘅，也係講係像安尼油嘅感覺。像油嘅是凍軟。古時候有上時我啲市場咩有看到有頭家會賣嗰種已經煮好嘅濕好嘅綠竹筍，睇過就人嘅經驗來講，建議大家買濕好嘅，也係講買安尼黐嘅，黐甲盡到烏卡濕。我建議大家係買生嘅啦，因為買已經濕好嘅，你唔啲其實濕嘅，就係用佢叫濕嘅，我們第一個流程啦，所以講，你自家買黐嘅將來濕，係最好食嘅。
因为人杀的认真人迄唔伫基本来偷给做绿竹笋迄嘛该用的，有可能基因出墙的，有可能低度是空心的，不过你唔知。对，故说像我假使讲，好，我买种伊咧品质刚好嘅绿竹笋，买到不看我想要用杀的方式，我爱用嘅杀，爱杀几久的，也笋好爱落去剥脱杀毛，也系讲出按嚟冰落去杀。卖到嘅竹笋啦哈，做提前动作要洗枪嘛哈，摕来切到到卤不要老的，卤嘅切太机啦哈，切到没有嫩的时间哈，洗枪之后哈，用浪水煮，水还没开瓦斯。竹笋是先不用。这么该听说爱冷水。你嘅水滚煮，个竹笋会变糊糊。就算你拍，你咪会糊糊。哇，爱好到诶呢！我用冷水冰落去煮。冷水煮，做咩用滚水煮？滚水煮拍嘅竹笋煮都未变糊啊。哦，冷水煮，按样差不多要煮几多分钟？水滚水鱼差不多15分钟。那火关它哈。那个竹笋冇那个。哦。你等于水锅盖起来，水得紧，水紧1个半小时。1个半小时，等它水冷了之后，再把竹笋拿起来去冰，这样子。哦，按你迄青好色咧。用你最好食。哦。你记了又浸啊。哦。我浸过哈，它个纤维好硬。你浸过个纤维永远是好食。哦，原来迄按呢，再个同大家提醒一摆哦，冷水冰落去煮15分钟，15分钟过后继续冰等冇拿出来，等一点钟以后再个拿出来烧，再也讲再去拿去冰，按样就系做出呀绿竹笋清好色的方法吧。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来。大家又转到福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今日节目当中爱同大家来讲绿竹笋哦。家下好有讲到笋来爱杀呀绿竹笋，爱用的杀张好色，大家有同大家提醒哦。听说爱冷水冰落去煮15分钟，再个继续冰1点钟，下下用爱冰，也是讲直接是全部就做的。家下人讲的料理呀，他就冰到阿群妹啊。面头前，也就係家下人講嘅嗰種殺綠竹筍嘅方式，對不對？涼筍就係涼筍嘅殺呀涼筍嘅時間愛冰鹽也係其他嘅調味料冇？哪都係攏冇冰，是原味最好食。原味就清好食咧。原味最好食。哦，係講其實啲老闆是太甜都會冰像這個美乃滋，對不對？美乃滋當然好食美乃滋，不過其實吼阿佢冇嗌。好食綠竹筍，好食涼筍的長途吼，沒有美乃滋愛強用規盤的是強，因為我真係懂好食呀涼筍，古時候像按用嘅涼筍啊，佢好食係用嘅嘅口感怎按到好食。我涼筍來講吼，其實會嫩、會脆、會甜，適合3點嘅，用涼筍是好食。來，糖一下有脆毛。真的懂車呢，韓國冬天，因為我韓特別偷摸按到美乃滋的涼筍來食，佢本身嘅甜味非常嘅香，韓國竹筍的香味全部都有誒。嗰時候也就是第一波最精華的，對不對？我第一波的竹筍最好食食用嘅嘢。真嘅非常嘅好食，也涼筍我真嘅做得規盤食體吼，不然在節目上吃也直接吃起來都節目方式有點太貪心了，先不用得。除咗呀涼筍以外呀，基本上還有帶來另外一出非常華麗的，也係綠竹筍嘅料理。我頭擺忙食看過請大家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也係用嘅料理。一順烤竹筍啊，有時講用煮烤綠竹筍啊。哦，好華麗哦！嗰時候也係用嘅來做嘅，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一通常係用綠竹筍啊，你先煎過，先用奶油撈綠竹筍煎過，再加羅塔醬落去烤。哈，加乜雞醬？乜雞醬？這是那種羅勒葉羅塔醬。哦，鼓手是青醬焗烤的概念，對不對？大家可以哈要帶下，這個是剛才講炒過的，要剪過的綠竹筍，然後是用這個青醬的調味，對不對？對。韓國煎好以後，再個落去冰都轉去呀，這個很可愛的竹筍的殼，然後蛋糕再個用焗烤。哦，鼓手像按你啊呀，老闆做的什麼？
还是他只是装着？好这样也好听听。因为俺想能规则考出来，可以当好生。骨头觉得谁压底波耶？没错，对不对？来试看下哦。某个有点明显。对，味道是完全不一样。年的要六做顺桶，罗勒桶青酱这么大哦。系啊。你喺慢年上到嘅防身有冇按好食？即家喊唔啲做嘛，好是金母啊，做到起肉实在是来溜下来。好好吃哦，这完全做在变做也爆山香嘅六做顺嘅特色风味料理，对不对？因为佢又有七家中嘅六做顺，韩国底波就是其实很简单的调味，就只是加罗勒叶而已，韩国蛋糕就只有煎过罗勒叶这样子，加个乳酪这样子而已。对，加一点起司，就按钮，而且很相信呀，小朋友听说都懂好吃。水烟特别好吃，这个是针对我的小朋友做的。真的哦，故说第一百本家就食到嘅时间，就嘅反应係嘛嘅。因为水烟实在做损耗，变成越好慢好。哦。你多一点变化，水烟是会起到，对。它有新鲜感了，所以水烟是好使用的东西。真嘅，非常嘅好食，韩国唔单像按呢，因为像呀这种六做笋啊，它其实是百搭的料理。同大家分享一下，除咗按用沙贝，也係講用這個羅勒焗烤嘅方式，以外還有其他嘅方式來同大家分享一下。你最普遍嘅煮法啦，嚟講下，一講煮湯啊、溫排骨啊、排骨啊，我過來是嚟講嚇炒竹筍，因為炒竹筍當有名，大家攏聽過嘛嚇。一講脆嘅麻油啊，還有嫩竹筍飯啊。哦，竹筍飯係同竹筍燜飯也很好吃。哦。因為竹筍的料理實在太多，因為我們是愛咪講太按多啦，因啲嘅東西是加十種啊，因啲嘢是加十種，所以講太多時樣，你都好創嘅系列料理。嘅比如講像人家下講嘅，竹筍燜排骨湯，嘅按用竹筍，因為用沙貝時間每種唔得煮太久啊、溫落啊，嘅煮排骨湯嘅時間，按用嘅煮章唔會腐。煮法咁樣。你像竹筍切好之後，用冷水煮。啊，咩係愛冷水？竹筍煮10分鐘就下排骨。哦，竹筍煮10分鐘，再個下排骨，青蔥油就是要冷水煮就對了。對，也係青蔥油嘅，然後係按呢，古時大家吃愛把握到冷水煮，按用就做得煮出好食嘅綠竹筍哦。係我唔單止按呢，還想愛來問嘅係，愛買呀，遲嘅綠竹筍做到不卡，愛愛留意不用愛可能冇按腳煮，就按呢遲嘅愛做得不用結久嘅。咁看伊嘅保存方式啦，伊嘅保存唔好嚟講，可能你照進買到就天嘅是落得唔好食。哦。因為我介紹一隻保存方式不一樣。好。那個保存方式係啊，買到還蠻寫之前，先用嗰種嚟保持面一層。乜嘅？報紙。報紙。只用紙都可以。哦。那整個這樣包個2層下去。包2層，幾隻包？包下之後，你有保鮮膜之後，找面加層找一種塑膠袋綁起來，讓密封。古時候老給呈現一個密封的狀態。對，但一定要報紙。哦。報紙後，它可以隔冷隔熱。哦。竹筍唔會變壞的。哦。因為它會可以耐冷，這樣子。對，古時候包報紙，還有攞杯再個老給密封，按你不用冰箱嘛。不用冷藏。哦，冷藏。用冷藏哈，它可以放2到3天。2-3年，哇！大家要記得咯。假使講買到遲嘅綠竹筍，就做得按用來保存。係講唔單止按呢，既然係出產呀綠竹筍，青島嘅也在鄉鎮呀保產吼。聽說有法度愛同大家來見面了，也係研究來請總幹事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沙定下來就愛來辦呢呀竹筍嘅法度。我哋2月24號會辦綠竹筍的展奏促銷，然後活動內容地圖有兒童寫生，還有講攝影比賽，所以內容豐富。然後另外是講我哋當然是有評鑑，有配合，還有對下講嘅料理的話，我哋會跟當地的餐廳做結合啦，所以餐廳會推各式各樣的料理啦。那其實變化很多啦，大致上活動是這樣子。古時候去到嘅片，唔單唱做得看下綠竹筍，還做得食綠竹筍，還做得來參加當道發通，歡迎大家6月24號愛報名嘛，愛提前報名嘛。唔是提前報名。去到現場就做得。只要作品準備好就可以直接來，然後寫生係當天
当天来是做得来，当天就做得。故说分享天司机条件的观众朋友，6月24号去参加哦。韩国讲到吼，你宝山乡有出产众多好色的农产品。再讲请总干事来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好，我顺丰夜包吼，人搭阿 Q 们看到后来水就会流出来的，也很嘛该啊。韩国人有看到鸡蛋糕有一下桃园农业博览会首发限定版。也乖乖是用爱的为个棚呢做成果酱，用嘛该棚呢就是口味的哦，烘干口味的做成果酱，然后跟这次农博的活动，我们绕新屋农会做配合，用它的米做成的乖乖。不错，也是宝山乡同新屋乡下的作品，对不对？乡下研发的作品，所以这个是用米同烘干的果酱。对。来做的乖乖，哇，懂一片呢，淡淡的烘干味，好特别哦。故说用为有机非有按用的产品来呈现，因为像亚只品牌其实是伊个动态的人搭的品牌，因为有按用的机非做得了宝山乡的甘美，韩国新妇跟米乡下拿来做。因为这个橘子我们也大宗啦，那刚好这个椪柑的口味，它试过很多种柑橘，椪柑最适合，所以就跟它做配合这样子，结果效果不错。哇，故说亚拜泰嘎吼，告诉讲游戏啊农业博览会吼，听说全部非常的惊艳。韩国3号来短短的时间，其实宝山乡还有其他的农产来同大家了解一下。你看端午节的时间是那条绿竹笋大宗啦。那接下来玩就是中秋节，我们有文旦。那接下来10月份的话，我们有葡萄柚、杨桃，还有橄榄。哦，橄榄。对，那都狗年的时间是柑橘类是出来的，还有那条还有茶发。好现场那条的东西是今面又带橄榄，还有乖乖来，还有竹笋来了。那要橄榄就是我们有橄榄茶、蜜饯、橄榄粉，还有橄榄油，所以其实该用的都用得上。对啊，抹的也有，然后用的、吃的、保养身体的都有了。对，倒是橄榄。几年呢，吼，伫遐宝山乡都有无乡嘅农产出产，本大家做得享受到哦。今日同感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什么真太高、什么陈太高分享什么安子些。没什么，各位天司机条前观众朋友的收看休息一下，等下看好来做运通了。